大家好，我係安東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蜥蜴人同蟲子王傳說同現實嘅正反之辯。關於蟲子王係蜥蜴人曾接觸外星科技嘅說法，歷來充滿正反兩面嘅激烈碰撞。支持者言之鑿鑿，將《史記·蟲子王本紀》中蜂種、長目、鷲鳥鷹、柴星嘅描述外貌，直接同蜥蜴人嘅體徵掛鈎，認為呢種異於常人嘅樣貌正係非人族嘅鐵證。根據東晉皇家拾遺記嘅記載，碗渠國巨人身高10丈，身披鳥獸無織衣，乘坐可以潛海而行嘅龍波舟，終戰蟲子王，同佢討論天地初開、洪荒往事。支持者認為龍波舟分明係外星飛行器，碗渠國人更是外星來客，而蟲子王身為蜥蜴人，正是憑藉外星科技嘅加持，才得以橫掃六國，一統天下，築長城、修馳道，成為震古歷今嘅功業。反對者認為係穿鑿附會嘅無稽之談。他們指出，《史記》對蟲子王嘅容貌刻畫，本質是史家慣用嘅雙面式描寫，意在凸顯佢兇狠殘暴嘅帝王氣質，與蜥蜴人毫無關聯。而《拾遺記》本來就係一部志怪小說，書入面有好多神異詭譎嘅事，價值只在於文學想像，而非史料實證。所謂碗渠國與龍波舟，不過是古人對未知世界嘅浪漫遐想，是對遠方異域嘅奇幻勾勒。而蟲子王能完成統一大業，依靠嘅係商鞅變法積累嘅國力，歷代蟲王嘅苦心經營，以及佢自己嘅雄才大略同埋鐵血手腕，同外星科技毫無瓜葛。時至今日，外星人是否存在仍未有定論，世界各地嘅 UFO 報導也多是捕風捉影。蟲子王同埋蜥蜴人外星文明嘅瓜葛，仍然係一場跨越千年嘅腦洞之爭。傳說嘅瑰麗同埋現實嘅嚴謹，始終喺歷史嘅長河裏頭相互博弈，留畀世人無盡嘅遐想空間。